智能親友，好開心見到你，有咩想同我傾呢？喂，仔仔啊，我想食梅菜扣肉啊，我應該準備咩好啊？梅菜扣肉好好味㗎，你可以買豬肉、五花肉、梅菜、蒜頭、薑同埋生抽，仲要準備啲糖同水，咁就可以煮啦。你個人最近用蒜好嗎？記住唔好太過勞累哦。昂船洲政府船塢有船起火，消防正灌救。昂船洲政府船塢有船隻起火，警方下晝近5時接報，指昂船洲政府船塢內一艘船隻起火。喺紀州嘅南部，黃河嘅北岸有2座高山，叫做太行同黃屋。